后来继续来看宜兰县的岳明国民中小学暑假来进行着帆船跳岛环台湾的活动。2只帆船驶到中华一座的渔港，要补充物资的时阵，其中一只因为退漏水，煞靠搭伫个航道的面顶。船顶13个学生甲老师拢非常的惊慌，因穿好这个救生衫，甲卡网排好势，伫个船顶等待救援。 总共13位。旁阵科刷，穿救生衫佮排背包的小学生，将海神经员某条条红抱起来到救援艇。他应该坐7个。旁阵顶总共有13人，包括各中小的学生啊，和插队的老师，大家拢总穿救生衫，听海神的指挥，起船导升。来，慢慢来，一个一个慢慢到前面。 旁船伫中华轮尾湾的渔港航道靠刷，几只船驶去平行，起大概40度，已经无法度驶离开航道。这只船是宜兰岳明高中小学的，7月初5时为宜兰苏澳港出发。这是学校伫暑假举办的帆船跳岛环台活动，启航的当天，总统赖清德也有参加启航的典礼。 想要到旁船驶到中华这座渔港，要补充物资时，意外扣刷。因当时适逢退潮，为确保该船上人员安全，本队108栋艇立即释放救难小艇前往救援。海巡队表示，岳明高中小学的旁船活动是由2只旁船组成的船队，其中1只船靠刷，船顶的老师甲学生敢若惊着尔，无人受伤。 所以全部拢接到另外1只旁船了后，因卖继续环岛的行程。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